大家好，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下元音符号中的连读变音。那么连读变音的话，有一个字是爬，对吧？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音变得比较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爬的话，如果是两个音节连读时候，然后这个爬出现的时候呢，它在这个第二音节的时候，那么如果带有这个元音符号写句的话，u 的话，那么它的音变成扑。对，扑。好，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母子，母子是对，么扑，不是么啊，么扑。好，那么再举个例子，桃子呢？是对，坑扑。对，那么这个爬写不就扑，爬出现了这个元音符号写句的时候，一定要念成扑。好，然后这个第二音节里面如果出现了这个爬，对吧？或者是没有这个元音符号这个爬，或者是有这个元音符号拿入的时候是我，一个是哇，没有元音符号的时候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比如说第一个是柱子，就是我们前面在这个辅音字母第一个学的时候，我们已经学过这个单词，就是这个高哇。好，也就是说第二音节出现这个哇的时候，一定要读成哇。高哇。好，皮革。锅哇。还有呢，听到的。对，壳瓦。好，还有什么吗？就是说大的，切瓦。很好，切瓦。那么一样的，它的反义词小的呢？冲瓦。还有这个烟，冒烟，对吧？烟是。土啊。一定是哇，对吧？还有希望。对，日哇。好，还有一个是和平。喜哇。对，是一个和平的意思。好，那么死或者说是去世了。对，细瓦。好，所以说这个哇的话，如果出现在第二个音节，没有这个元音符号的时候，是念成哇。好，那么还有一个是第二音节里面如果出现这个元音符号有拿入的时候是我。好，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单词。首先第一个是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一定要读成我，而不能读成婆，我不是不行的。我对，还有这个河，或者说江河，河呢？河边。水呢？水是出，对吧？好，然后后面加上一个完满的我的话是一个江的意思，对吧？这个扩大了，也就是出屋。好，那么我们学过日，对不对？日是山。对，山是对日。好，那么它后面加上这个完满的我的话，日窝。那么这个山的话是变成大山了，对不对？日窝。出屋。对，好，那么这个连读变音哇，以后的话，这个课文当中的话，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的话，能够分别出来吗？好，那你来回答一下，有3个对吧？首先这个是有这个元音符号，是写句的时候是怎么念？对，然后第二音节如果出现这个爬的话，还是念爬吗？变成哇。对，是哇，对吧？好，还有一个是第3个是，如果这个第二音节出现这个元音符号拿入的时候是怎么念？我。对，很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元音符号里面的这个连读变音就学到这里。好。